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路在安卡拉的办公室会见了东突厥斯坦民间社会协会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内政部长索伊路和代表团就东突厥斯坦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困难，包括一名维吾尔妇女被引渡到中国的指控。一个土耳其代表团即将访问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代表表达了他们对土耳其代表团的建议和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将对额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新的关税将从9月1日开始征收。特朗普表示，将关税提到25%甚至更高。我们以为3个月前就和中国达成了协议，但遗憾的是，中国在协议签署之前决定重新谈判。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特朗普还在一系列推文中指责中国没有总线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日益加强，在与中国签订商业协议的国家中，沙特阿拉伯是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称，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已达到610亿美元，增加34%。迄今已有200多家中国公司落户沙特阿拉伯。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2日正式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导条约后，将研发中导条约中禁止的陆基非核导弹。各方对可能引发的军备竞赛表示担忧。专家警告说，美国和俄罗斯退出已持续32年的中导条约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而两国都因未能遵守协议条款而互相指责。格陵兰岛7月份升高的气温导致1970亿吨冰层融化。据美国 CNN 电视台报道，丹麦极地研究机构发表声明表示，7月31日，格陵兰岛有100亿吨冰层融化，7月份融冰共约1970亿吨。丹麦气象研究所负责人卢斯说，预计至少未来数日内，格陵兰岛的气温仍将保持偏高。